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主，互咱即时三甲主日伫个面前，互咱用祈祷来亲近主。有时咱有感觉，咱心内底烦、忧闷，常常一寡代志来影响咱心中的喜乐。即时邀请兄弟姊妹，咱安静咱的心。来到主的面前，咱搁一摆用心灵、诚实来敬拜伊。咱三角来祈祷。主，感谢你，从生命的道路指示阮，伫你面前我有满足的喜乐，伫你正边我有永远的福乐。感谢你赐了你的话语，伫阮的生命中间，搁赏赐阮丰盛的生命。主啊，阮要紧紧来跟对你，求你帮助阮，养成逐日读经、亲近你的习惯。阮要将心灵全然交托伫你的身躯。阮来祈祷，奉靠主耶稣的名，阿门。咱即时为着家己所面对的困境甲挑战，咱献上咱的祈祷伫主的面前。咱来为着这 PPT 顶面这事项，咱为着家己甲主的关系、甲家庭成员的心灵甲慷慨，甲咱个人的健康，为家人的健康，咱献上咱的祈祷。咱三角出声来祈祷。阿弥陀佛，伫你的身躯里头，只好咱一下子啊，这个世界中咱一直无共款的条件，啊，无伫咱的条件顶面，我们头条顶面，啊，伫咱手术房的顶面，啊，是讲分析的顶面，我有这些我们的条件，只好讲说你当到凡事，当互阮这个谢谢规划啊，不管是什么会变天高堂，站立的天高，这里规划的地方有信心啊，基督教的开始，沙利的会公平，人是主义，现在的公平，到阮经历基督是，你的天高我感谢，大家咱为着教会所面对的困境甲挑战，咱献上咱的祈祷。咱为着兴起咱教会搁较济少年人来参与各项的服侍，甲教会的事工，咱献上咱的祈祷。为咱教会属灵的气氛来较无信心，祈祷的大灵来较无上帝话语，咱献上咱的祈祷。咱为着咱人拢会当参与着大使命的事工。甲为着年老新心灵病痛重大病痛的肢体，咱来献上咱的祈祷，咱三角出声来祈祷。阿弥陀佛，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听我到我们听我在第8章，我在第6章，我在第8章，以后以后不可能，新心灵到底有多少？主啊，这样我的教会是现在这个人很平安。我的地方政府，他们。
刷着咱为着今仔日主日的敬拜，咱献上咱的祈祷；为着咱所有的服侍同工，咱献上咱的祈祷；为着所有参与礼拜所有的兄弟姊妹有一个较无的灵，咱嘛献上咱的祈祷。咱也特别为着今仔日传讲信息的陈牧师献上祈祷，恳求主透过伊的嘴，互咱会当得到主遐来的灵粮。咱三角出声的祈祷。主，为着在地的敬拜，咱就祈祷，特别为着所有参与的敬拜的姊妹。感谢你，感谢你心所祝福跟教会，互阮众兄弟姊妹心中充满信心，敬神人人成做基督传播福音的精兵，互阮人人有美好家己来军队牧师，团队成就同以上来遵守大使命，互万物听做基督的门徒，伫阮的生命中时常为福音来做见证，传扬你的奇妙救恩。主啊，求你加添阮听的力量，互阮听人，互兄弟姊妹时时祈祷，寻求主你的心意，会当以基督的心为心，以上帝意念为意念，互你的生命，互你来掌管阮生命中，来做你生命的见证。主啊，们感谢你，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的圣名。就拨开归来，我愿意切切困求，来做我一生的拯救。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王，你是我款待甲敬拜，我的心脚无免互你欢喜，我心心愿你归路敬拜。你是我主，我的王，是我的心就把它归来。来做我一生的拯救，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王，你是我款待甲敬拜，我的心脚无免互你欢喜，我心心。你归了敬拜，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王，你是我款待甲敬拜，我的心脚无免互你欢喜，我心心向你归了敬拜。邀请兄弟姊妹，咱来做中来起立，大家来敬拜咱的上帝。切切困求，来做我一生的拯救。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王。你是我款待甲敬拜，我的心脚无免互你欢喜，我心心向你归了敬拜。你
因你生命原来敬拜，为了在你面前来敬拜，耶稣因你生命原来敬拜。是主，耶稣是主，困苦艰辛他是我，耶稣你的是主，耶稣因你生命原来敬拜。为了在你面前来敬拜，耶稣因你生命原来敬拜，耶稣因你是主，耶稣因你生命原来敬拜，耶稣因你生命原来敬拜，为了在你面前。所以你生命原来敬拜，也是你是主，耶稣是主，耶稣是主。到来宣告耶稣是主，耶稣是主，耶稣是主，困苦信心他是我，耶稣基督，耶稣因你生命。所因你生命原来敬拜，为了在你面前来敬拜，耶稣因你生命原来敬拜，也承认你是主，耶稣是主。耶稣是主，困求圣神教是我。耶稣基督是主，耶稣是主。你是信实的上帝。
你是永远的接伴，有你引带，我拢总免惊。你手紧紧牵我，你永远无放下我，让我一生予你的旨意伫这。我的心安静伫你面前，我的灵听候听你的声，我的心安静伫你面前，我的灵听候听你的声，我的目声，我心所听，放了大地，予你引带。你是信实的上帝，你是永远的接伴，有你引带，我拢总免惊。你的手紧紧牵我，你永远无放下我，永远一生予你的旨意伫这。我的心安静伫你面前，我的灵听候听你的声，我的心安静伫你面前，我的灵听候听你的声，我的目声，我心所听，放了大地，予你引带。你是信实的上帝，你是永远的接伴，有你引带，我拢总免惊。你的手紧紧牵我，你永远无放下我，永远一生予你的旨意伫这。你是信实的上帝，你是永远的接伴，有你引带，我拢总免惊。你的手紧紧牵我，你永远无放下我，永远一生予你的旨意伫这。你是信实的上帝，你是永远的接伴，有你引带，我拢总免惊。你的手紧紧牵我，你永远无放下我，永远一生予你的旨意伫这。咱来宣告，上帝是信实的上帝，你是永远的接伴，有你引带，我拢总免惊。你的手紧紧牵我，你永远袂放下我，永远一生予你的旨意伫这，永远一生予你的旨意伫这。这是咱的人生诗230首。你的爸爸多爱你，一切来我上帝面前，我将对只有乐意情，上帝只准人着见，上帝以我表白上帝。
将心合意敬拜上帝，上帝大恩到万世代，他管地地，他看地地，地的万邦万国万民，心光欢喜情歌上帝，上帝慈悲听堂人民，等等久久永远袂回。这是咱三甲来祈祷。阮的大牧者，教会主，感谢你有赐阮，感谢你时常安慰阮。主啊，你是医治的主，你圣神的大气力，互阮心中的黑暗甲破碎会当显现，嘛互阮通知影，着爱到伫你的面前来呼求你，来搁较深来靠无你。主啊，你若听去阮呼求的声音，愿你就怜悯阮伫罪恶中的痛苦。当阮毋知影要安怎彼此来疼惜、感受有欠缺的时，请你用你听的话语来安慰阮。主啊，感谢你，互阮通成做你的身体，嘛来三甲侍奉阮中间受苦的，嘛求你互阮气力，亲像你来接纳罪人，互阮有气力来为着阮的对敌来祈祷。求主互阮伫试探、苦难的中间，会当徛好稳。求你互阮伫你的内面有赢过死亡关系的愿望。亲爱的主，愿你今仔日赐下智慧伫阮中间，互阮伫今仔日的礼拜中，着搁一摆知影阮伫你面前所欠缺的是甚物，互阮搁较深来靠无你。感谢主，因为你成做阮的救恩，成做阮的石盘。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咱只是邀请咱搁一摆用主祷文来祈祷，讲：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子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入去，着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请坐。咱即时做伙额头来祈祷，愿天的爸，阮的主，感谢你搁一摆引带阮来到你的圣殿内底，互阮三甲来敬拜阿罗你。阮爸感谢你，赐互阮有恩赐的，会当互阮伫圣殿内底，会当看起敬听的兄弟甲亲爱的姊妹，有即种的福气甲恩赐，拢会当真做主你所讲的话，会当主内底成为一家人。而且要恳求主你，会当去安静阮的心，会当互阮来圣殿内底来敬拜阿罗你。阮的天，阮的爸。
助你，会当束缚互阮一位敬畏你的人，会当帮助因的无欠缺，因为因有教业，会当恳求助你，搁将万事的平安、甲丰富的福气、喜乐赏赐互阮，互阮会当帮助别人，会当来荣光你。阮的祈祷、甲恳求、甲感谢，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享受上帝的话，咱记在马可福音第11章12节甲14节，甲20节甲24节，我来读。隔日，耶稣甲门徒对伯大尼出的时，耶稣巴肚枵，伊踮远远看到一丛真济叶的无花果树，就行过去要看有果子无。伊行到遐，树顶的叶以外，拢无看到半项。因为毋是无花果树的季节，伊对着迄丛无花果树来讲，永远无人计食你的果子。伊的门徒拢有听到。过早起，耶稣甲门徒对遐经过时，看到迄丛无花果树，规丛拢打去。彼得记着，就甲耶稣讲：“拉比，你看，你要救助迄丛无花果树，规丛打去。”耶稣讲：“恁着信上帝，我实在甲恁讲，无论啥物人对迄座山讲，起来，去填海，伊的心若无摇移，神所讲的一定实现，嘛安尼互伊实现。所以我甲恁讲，咱个祈祷的是无论求啥物，神已经得到，就会得到。”咱圣经读到遮。咱即时邀请圣歌队来献诗，献诗煞了，咱请陈明乐牧师来正道。正道的题目是无花果树如何可当？你是
请佫一摆上个额头来祈祷。听从阮的天父，你是万权能的主宰，阮会当诚做你的囝儿是阮的福分。但阮感谢你的引带，佫一摆带领阮进入你的殿院来朝见你的面。也阮要伫你的面前献上阮感谢的祭，也愿你赐福伫阮的中间，也互阮的敬拜会当诚做芳芳的祭，来互你欢喜。安尼祈祷，感谢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福强教会诸位同志、诸位兄弟，大家平安。真欢喜今仔日有机会甲咱伫遮三个来敬拜上帝。我相信咱教会也有一寡兄弟会记得我因为30几年前，就是对1986年到1989年中间我伫咱教会中间伫遮来牧会3年外的时间。我的爸爸妈妈就是陈添丁牧师夫妇啦嘛拢还阁继续伫咱的中间伫遮甲咱做伙敬拜上帝算起来应该是上届主亲的会友啦真多谢安尼，因为阮做牧师的关系有当时拢在伫外围啦所以爸爸妈妈伫遮安尼受到安尼咱的照顾阮心内实在是真感谢。佮头拄仔有听到圣乐队真水的歌声我也真互我想起在当前我伫新和教会伫遐来就任的时，甲4当前我伫正中教会就任的时拢得到咱教会圣乐队安尼用真水的歌声伫遐来甲我祝贺，我心内非常的感谢愿上帝伫遮大大来赐福。当然伫30几年前甲今仔日有真大的变化啦咱今仔日安尼已经是安尼一间安尼非常大间的教会总是伫30几年前安尼嘛留了真侪真水的回忆伫我的头脑内底。我会记得迄个当时虽然教会较细人嘛无真侪啦总是这青年非常的活泼而且安尼真够关心人啦我安尼小可想起来，我想香哥啦香哥我会早有看到我坐伫倒位朝文陈友啦，英芬魏鹏朝仁、秋雨、冠荣、纯怡、相如、思义等等啦感谢某人我无念着的拢是伫迄个时代遮青年非常有创意真够安尼互相招呼、互相关怀特别对遮有新来的遮青年安尼真够甲因照顾所以安尼有起即个带头的作用捌一阵仔敢若青年安尼上济时捌达到50几个人啦这是真感谢主我相信讲我读到遮青年真济已经伫咱教会中间诚做咱的一个中坚分子啦诚伫咱教会做真好的工伫遮来愿上帝赐福你赐福咱大家啦我会记得上届会记得一项就是我的大汉查某囝就是伫阮伫即个富强教会牧会时伫遮出世的啦感谢主算起来嘛安尼30几岁即马是住伫澳洲的所在啦还佫有另外2个上生这我想这个就无去讲今仔日是即个文艺团队，也是讲文艺事工的奉献主日啦直接讲就是要唤起咱对台湾教会公报社的关怀我咧想讲由我来介绍不如
咱直接来看即个公报社所提供的影片吼，因直接甲咱讲吼较清楚啦吼。所以咱即马是毋是请即个影音同工吼，甲即个公报社所提供的吼即个影片提起来，咱大家做伙来欣赏吼。讲到台湾教会公报社，真侪人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巴克勒牧师。但是事实上，一个报社的成立，无可能靠一个人就会当来完成。亲像台湾教会公报社，即摆有咧出版的，包括一个台湾教会公报、更新周刊、新安宫的读经手册、少年新安宫的读经手册、亲子报，佮有 TCNN 一个台湾教会公报新闻网，无可能透过一个编辑一个作者，就有法度完成。台湾教会公报社伫创设的时，台湾的第一台印刷机，其实是马阿国医师，伊等于故乡的时阵，甲伊故乡的教会募款买到的，买了后送来台湾。其中有一个真重要的同工，就是江威林牧师。那伊除了这个参与到报纸的编辑以外，伊嘛有去足侪所在宣教的。伊阁有去到荷兰这个所在来查考台湾伫荷兰时代的历史，因为伊发现，伊来到台湾进前，就有荷兰的宣教师有来过，这些资料拢收伫荷兰的图书馆内底。伊就去遐甲这个物件翻译做英文。一直到即马，咱若是伫台湾想要研究荷兰时代的历史，拢无法度跳过江威林牧师。伊阁有一个真重要的事工，就是伊看见青米人的需要，伊创设一个特殊教育的学校，互这个青米人会当学到会当过生活的技术。一直到即马台湾的特殊教育界甲江威林看做是台湾这个特殊教育的开拓者。今年嘛拄好是江威林牧师过身100周年，台湾教会公报社嘛有足侪活动是要来纪念这个代志。比如讲美工的音乐会啦，阁有平湖宣教的旅行。那年底时阵，阮阁有一个历史小说的写作比赛。圣经顶面记载讲，耶稣对迄个目睭无看的盲人讲：“去啊，你的信救了你啦！”真感谢主，互台湾教会公报社所做的文字事工，就是望会当帮助咱这个世代所有的人，拢因为得到福音，无搁再是心灵上的盲人。台湾教会公报社，亲像江威林牧师，伊透过侪事工，互有需要的人看见光。台湾教会公报社上重要的目的，嘛是要互规个台湾的社会，透过文字看到为上帝遐来的光。也真感谢咱所有兄弟姊妹，因为恁长期以来对阮关心。对阮支持、带导，对阮奉献，所以互台湾教会公报社虽然行来坎坎坷坷，虽然经营非常困难，总是阮会当悠然坚持伫文字事工这条道路顶面，也透过着文字事工的努力，咱会当学习主耶稣，咱要伫老年就来看见着光明。请咱大家继续为着文字事工做伙来关心支持。
这个影片吼最主要依然是唤起咱对这个文字工作的重视吼咱拢知影这个文字其实有伊非常重要的迄个地位啦吼特别就是咱讲咱话讲的就过吼，总是文字会当流传千古吼甚至咱所咧读的这本圣经就是用文字所写出来啦吼所以这个公报社伫这个中间吼，真需要咱继续伫遐来甲因关怀老实讲吼，因的经营真困难啦吼特别佫有真侪只，譬如讲教会公报吼是拢免费来清送吼所以每当所用的经费拢非常的悬吼所以望咱继续吼来支持这个教会公报社，也是讲这个文字的时间吼互这个文字的时间，咱继续来传扬落来。那今仔日咱伫遮三角来思考圣经内底吼一段真特别的记述啦吼咱头拄仔已经有对这个 PPT 有看过这段所记载的经文我毋知影咱咧看这个咧看是咧读这个经文的时阵，咱的心内会安怎想吼我相信应该真侪人感觉真戆硬啦吼，也是咱华语叫做纳闷啦吼，就是讲奇怪想无吼，是安怎？这个主要说会救助这张无花果树地教，互这张无花果树伫遐来高大去。有时咱读这个圣经的时候是讲读这个主要所伫这个世上所行所做的这代志的时阵，咱是毋是有当时也感觉讲，有当时主要所嘛真无理的吼？你毋知安尼想的真无理是安那要甲救助，互伊高大。咱检查真侪时阵，咱会看无咱会感觉讲无法度来接受即款的记载吼。咱伫遮牧师甲咱三角来用几点吼三角来分享吼。第一项，咱用无果的无花果树吼，即我用一个感叹号啦吼，就是一个肯定啦吼。即张无花果树其实是安那无果的嘛吼，咱感觉伊是无果。所以咱看到圣经内底所记载即个13节的所在，伫遮记载讲，主要说看到一张无花果树顶悬有叶对遐去。毋望伫遐啦，会当找到即个果子就对啦吼。说去到遐找无，敢若叶若定吼。伫遮真重要，伫遐记载一个讲啦，因为伊毋是即个无花果的时啦，伊毋是时嘛，吼。若毋是时，当然就安啦，就无果子通收嘛，这是理所当然的嘛。像这咱知影咱伫台湾这个果子非常的丰富当然咱嘛知影一项，就是讲这果子拢是照着时伫遐咧结果子嘛那圣经内底对这果子树嘛是安尼讲你若是照着时咧结果子这是受着恶乐的咱来看后一诗篇第1章第3节咧讲到这义人要亲像安那，亲像一丛树来栽伫溪水边照时结果子嘛。照时结果子是好事是受到称赞的所以伊的叶袂孤单，伊所做拢顺利。所以伫遮咱看到即个圣经咱头拄所读伊遐所记载这个既然毋是无花果树的时，当然就无结果子嘛。所以啦，你伫遐即个无花果树顶你安尼找嘛找无嘛？找无，当然咱嘛袂去学了啦讲你真好你无结果子总是
毋是伊个时阵找无，咱嘛无理由来甲责备嘛，来甲责备。总是咱所看到记载，圣经写讲，主要说毋若干那，毋是用责备啦，甚至主要说是安啦，甲咒诅。所以咱看到后一节，在章14节吼，主要说讲，对他以后永远无人要食你的果子吼。主要说即句话吼，伫遐是诚做一个咒诅。以后对他以后无人会食你即丛无花果树的果子，就是咧讲啦，你即丛无花果树的永远无效啦，永远无效。但即个咒诅来产生一个真严重的后果啦，吼！咱来看即个20节吼，伫遐拢算讲过工知啊，吼，因叫对遐经过时，因就看见即丛无花果吼，连枝吼根基拢高大，完全高大，就是安尼连一丝仔青色都无啦，吼！即个无花果树就是丧失伊的生命，死伫迄个所在。当注意下，这伫遮咱会感觉讲啊，这是什么人的毋对啊？啊，是无花果树的错吗？啊，无花果树若无错，啊无耶稣的错，耶稣的错误。因为无花果树若无错误，耶稣袂使甲咒诅嘛，啊。总是无花果树无错，主要说佮甲咒诅，安尼要讲这推论起来就是安啦，主要说毋对嘛，无理嘛，主要说会错误。假使主要说发即款的脾气，发生即款的错误，安尼伊敢会当称作是上帝的独生囝？伊敢也会当成做咱世间人的救主。所以咱读即段圣经的记载，咱若直接咧对即个方向来思考的时阵，咱要发现讲啦，咱陷入伫一个两难的地步，安尼也毋对，安尼也毋对，两难的地步。所以第二项咱伫遮继续来甲看第二项，我写标题拢共款，总是安啦，对感叹号我伫遐甲改做问号，即遐就是安啦，有一个质疑啦，有一个质疑。咱头拄有咧讲着即个无花果树，对，连根基规拢高大这是一个真悲惨的命运是安尼。而且咱进一步来甲思考，咱来先来看旧约内底有另外一个事件记载这个记载伫撒母耳下卷第6章第第3节到第7节可能咱应该对这段记述咱有所熟悉啦因为这个咧记载这个乌撒的死啦其实咱若对第3节来看这永远是一段呢故事啦就是约柜捌去互非利士人抢去拢是非利士人抢去了后煞甲即个约柜放伫因的国度内底、国家内底煞开始拄着灾难啦即个咱先莫讲咱看第3节即个因拢拄着灾难拢生痔疮啦所以非利士人不得不将即个约柜伫遐送等于献以色列人。所以咱看即个代志的记述，中间就是安尼咧讲。第3节因将上帝约柜对迄个较山顶迄个阿比纳达这一个人阿比纳达的厝里伫遐甲讲出来时放伫新车顶悬。阿比纳达的两个囝就是一个叫做乌撒，一个叫做阿希约因两个人伫遐来赶即个车来迄个做即个代志然后到第4节咱甲人过到第5节咱看到大笔
甲以色列全家拢伫上帝面前伫遐吼咧跳舞作乐啦，真欢喜，要将即啦约柜来迎旨转来到伫耶路撒冷吼，所以伫遐是非常的欢喜，伫遐吼用各种的乐器伫遐来安尼来跳舞作乐。第六节写着讲，到伫即个拿棍的五谷场吼，车来到迄个所在吼，无拍算即只牛怎啦，着达啦吼，着达就怎温落安尼吼，所以车就车吼。伫迄个时阵，即个乌撒吼就安尼赶紧用手伫遐要甲扶即个约柜吼，毋当互即个约柜抱咧伫涂骹安尼。总是咱看到第7节吼，伫遐写着上帝耶和华就即个乌撒伫遐来受气啦吼，伫遐甚至哦来击杀吼，所以即个乌撒煞来死伫即个约柜的边仔啦。所以，遮咱看到本来以色列人欢欢喜喜，特别安尼代表吼，因为即个上帝有赐福伫即个阿比拿达吼，即个约柜放伫阿比拿达的厝，阿比拿达的厝一直兴旺起来，即个大卫就知讲安尼爱甲迎旨转来到耶路撒冷，互整个国家拢兴旺啦吼。所以真欢喜咧做即个代志的时候，无拍算，所以啦发生即个死亡的事件。乌撒为着要来扶迄个约柜，煞伫遐来死伫约柜的边啊。乌撒是好心，总是伊做一个错误的动作。等于伸手出去的时，伊是去摸到迄个代表上帝神圣不可侵犯的约柜，迄个是。毋是普通人会使去甲摸的，咱检测用另外一个例来了解啦吼。可能咱嘛捌听过即款的讲法，即款的代志，就是讲比如风台天有迄个高压电线落落来吼，落来有人都不幸拄好到迄个所在电着，高血压电着安那一定死嘛，吼。总是伊就倒伫路边。另外一个人，检测毋知是伊朋友，还是亲戚，是甚至是路边人，无一定吼。看到，要甲救伊吼，赶紧去遐要甲电线扭开，结果咧，嘛电死伫遐嘛。救人是好，总是若用着错误的方法吼，不但无救成吼，连家己丧失一个性命。所以对这个来看吼，咱知影讲。乌撒好心，总是伊并毋是完全无辜。讲到这检查，咱要想讲总是无话可求，什么代志拢无做啊，伊是完全无辜啊，所以这是咱安尼想，敢是真合理嘛？总是伫遮咱要讲吼。其实咱安尼讲吼，是完全对咱做一个人，一个世间人，一个有罪人的角度来看这个代志，比较所产生的结果。而且要甲咱歹势吼，然后小可客客。而且咱要三个面的，咱若用天顶的角度来看。咱会有无共款的看法。最后这里要甲咱来分享一个真特别的观念啦，吼，就是时间甲无时间，吼，无时间。而且咱所咧讲的无时间，毋是讲我要赶飞机，我要赶火车，吼，我无时间啊，毋是这个时间，吼，毋是即款的无时间啦，吼。咱真自然，咱。活地吼，咱有一个所谓的时间的观念吼，这嘛真重要嘛吼。有人咱若互人讲迄个人无时间观念吼，咱会感觉讲吼安尼真袂爽快吼。但伫遮，咱讲大自然就是安尼吼，咱讲春夏秋冬吼，春天吼春耕夏耘吼，秋冬秋收冬藏吼，这个是时间伫遐咧轮替，真自然。
所以咱照着时间，咱照着季节来过这个日子。所以咱拢知影讲哦咱台湾讲这个水果遮尔丰富，西瓜荔枝、龙眼山啊、笋啊、火龙果、水蜜桃、甜柿等等，足侪讲袂了啦吼。逐种水果基本上拢有伊家己的什么季节，伊的季节若是因为即马农业科技较发达啦吼，有当时会当延长伊的季节吼，总是基本上吼，咱有哪还佫会发现讲无共款的果子，咱爱伫伊的季节吼，伫遐上好食呢吼。即个季节若过，想要食吼，爱等明年才佫来啦吼。这就是受到季节、受到时间的限制，所以咱真惯势咱真惯势咧过即款的日子。总是伫遮爱甲咱三角来想的，就是咱无去想到讲，即款的世界、即款的日子，是一个已经受过咒诅的世界。即款的日子即款的世界受过咒诅，这是对亚当、夏娃犯罪以后我看就是这个创世纪第3章17节、18节底下。亚当夏娃犯罪，伫遐来受咒诅。17节讲，上帝对这个亚当讲你既然伫遐听这个听探你的父亲人的话来食迄个迄个果子就是分别善恶的果子啦伫遐讲啦，你因为你的缘故来受咒诅你来安尼真得苦才当对地人来得着食。18节伫遐讲，地要甲你生出即个刺皮甲蒺藜就是遮有刺的物件啦刺皮等等等等。所以这个是亚当夏娃受咒诅犯罪受咒诅这个咒诅就一直延续落来到保罗时代共款有这个咒诅，到今仔日这个咒诅犹久犹未除去啦。所以，咱来看这个保罗对这款的世界有什么款的描写咱小可来看一下保罗伊伫罗马书8章19节到第22节，伊安尼讲受造的物伫遐切切的仰望，这个上帝的正经字伫遐显明出来受造的物。毋是干那包括咱世间人，包括所有这些动物，包括这些植物、食物就是动植物包括在内，这受造之物伫切切的仰望这个上帝正经的显明，这是咧将来咧讲到将来救赎啦20节因为受造之物伫遐啦。来降服伫即个空虚的下面毋是伊愿意啦，因为伊毋知伊受咒诅嘛，所以伫遐是迄个因为受咒诅来，毋是伊家己愿意所以21节讲即个受造之物伫遐要顾来仰望来脱离即个败坏的辖制，会当来得到上帝的儿女迄款自由的荣耀啦到22节所以。这受造之物做伙伫遐咧吐气啦劳苦苦读到伫今仔日，这是保罗先生伫遐咧讲到这个世界的情形受造之物伫遐咧仰望要来脱离这个败坏的辖制，所以咱会当安尼了解是因为亚当夏娃就是因为人类的犯罪。连带万物来受到人类伫遐来变款啦，已经变款啦。所以最后这咱目前所带的这个代志，咱目睭所看的，感觉有的真水啦总是已经毋是伊原来的款，已经变款啦因为这个世界已经互这个败坏甲咱辖制。咱只要咱要想讲，若是无受辖制的世界，无受咒诅的世界。是怎样？咱简单讲就是爱电脑园啦，
吼，伫爱定的路园中间，伫遐是一个无败坏、无受限制的一个世界。那么，而且要甲咱三甲思考分享，就是伫爱定路园中间吼，是无时间的啦，无时间的。伫爱定路园是充满了上帝的荣耀。谁人无时间？因为伫迄个所在，就是有上帝的永恒啦、永恒啊，甲咱三甲伫地。啊，咱有一句话啦，吼，叫做“山中无岁月，吼，闲情不知呢”。哦，即句诗句吼，伫遐互咱小可去了解到，什么叫做即个永恒哦。就是讲，咱若伫都市咧过日子，感觉时间咧过足紧吼，啊，逐个安尼吼，总是你若去到伫山中吼，感觉哎真悠闲吼，啊无岁月即款的感觉，吼。所以伫遐，咱搁对即个圣经节吼，传道书3章11节吼，啊，上帝造万物，照迄个时吼，互伊诚做美好吼，美妙，各种。永生吼，我们是叫做永远啦吼，来放伫人的心内，拢是上帝的所做吼。对头到尾，人袂当来参透吼。啊，只咱简单讲，就是伫一个永远的状态，亲像伫爱定路园的状态中间吼，迄个时间无意义啊，吼，因为咱就是人甲上帝做伙伫遐吼，一个永恒永远的一个迄个状态吼。迄时间无啥物意义啦，所以而且咱讲爱定路园无时间，佮充满着上帝的荣耀。然后上起初时阵是甲伊交托互亚当夏娃伫遐来管理，所以即个荣耀伫遐吼，荣耀到一个程度吼，代表着安那？那伫即个爱定路园中间，种子甲种落去，伊来啦，伊就是伫遐随来。成长，随开花，随结籽，随互你啦，万果子起来食。这个是伫爱定路园的情形，所以这个叫做无时间差啦，无时间啦，讲到这，毋知咱会当了解袂？而且佮举一个例，譬如讲，咱伫这个世间吼咱戒酒啦，伫遐咧戒酒吼。至少要偌久？我毋知咱水果酒嘛会使啦吼。我毋知咱有人捌去做水果酒啊无？甲手我看一下哦，非常丢热啦吼。我甲你请问啦吼，即个你咧结即个酒吼，爱偌久的时间？才会当啉，才会当安尼啉，感觉讲即个酒安尼袂歹啉，差不多爱偌久？几个月？6个月到1冬，吼，6个月咱要做一个酒，6个月到1冬吼，检采若是讲咱无需要等较好食吼，检采3个月啦吼，3个月小可来啉一啦，这就是啥物时间嘛？你对开始结酒到会当啉，你需要3个月的时间。总是咱种酒是愈甜愈久愈芳吼。所以人讲哦，这是20年的好酒，哦，这是30年，这是100年的好酒，哦，咱这个好酒吼，用这个时间年月伫遐来夸耀吼，做这个无价之宝啦。而且要用一个圣经所记载的事，伫遮来甲咱三角思考吼。咱毋知会记咧主要说捌伫这个一个小镇叫做迦纳，吼，伫迄个所在一个婚宴的中间。来行过一遍的新约，就是安啦，水变做什么酒嘛吼。咱知影以色列人因的婚宴吼，差不多爱1礼拜的时间。可能是到这个婚宴的较尾声吼，迄个主人所准备的酒煞啉了啦，无去，拢无酒通啉啊啦吼。这对迄个主人来讲吼是安啦，真见效大的代志吼。而且咱袂当讲真清楚，简单讲啦吼，因着去找耶稣的老母玛利亚吼，玛利亚就去甲耶稣讲吼，
啊，耶稣头来反应安怎？即咱莫讲，总是后来耶稣就是吩咐遐个吼，遐罗卜吼讲，恁啦，甲酒甲倒入咧迄个门口遐红吼，以色列人的门口吼，拢有准备要洗骹洗手迄款的红啊吼，甲倒咧迄个红啊吼，啊然后甲即个红啊，即个酒吼，即个水吼啊，停去吼，互大家啉下来啦吼。啊，所以伫遮咱看到，伫水倒咧红啊的迄个刹那，就安那随时变做酒，啊，水随时伫遐来变做水，无迄个时间的差别，哦，毋免3个月、6个月一冬啊，哦，随时来变做酒。啊，检查咱讲一个题外吼，就是，而且即个水的品质吼是，即个酒啦吼品质吼是上介好。咱来看，哦，即个第9章吼，迄个管理者吼伫遐来担着迄个水变的酒吼，啊，毋知影倒位来吼，啊，到第10节吼，伫遐伊就去甲迄个圣经使讲。人拢嘛先用迄个好酒，互大家啉到安尼口渴茫茫啊吼，啊，过来才甲迄个歹的酒摕出来吼，迄就分别出来吼。啊，你等到毋是吼，你煞甲上好的酒吼留咧上尾啊。啊，最后这伫遮，咱会当思考一项啊，即个水所变出来的酒吼，是有史以来，就是讲古今中华来的中间吼。上介赞的酒啦，因为啊，伊是水后所变出来，所以咱讲伫迄个时代吼，伫遐有啉着水后所变的迄个水变的酒吼，是上介有福气的，吼，因为迄个酒是上赞的。若无吼，迄个管理者吼，普通来担一个吼，啊若好一出啦吼，大概伊嘛袂去叫迄个管理叫迄个圣经师来讲遐个话啦，就是安啦。当即个管理者吼，啊一啉着，目睭怎金起来？哪有遮尔好啉的水的酒安尼？吼，所以伫遐伊啉着随感觉，所以才伫遐来叫即个圣经师来讲遐话。这是另外一方面吼。总是伫遮，咱就要来看另外一方面，就是迄个永恒永远来掌握伫主耶稣的手中。所以伫主耶稣的面前啊啦。无时间差啦，无时间差，只有永恒，无时间。人袂去互即个时间来拘束，所以水才会伫瞬间伫遐来变做酒啦。所以伫永远天国，每一种果子树拢会当随时来结伊的果子。所以伫天国吼，伫天国吼，你若看到一丛真水的树啊，顶悬。无果子，啊！你著甲，啊！你去忽然间想讲，我想要食即丛树的果子，你若讲，我要食你的果子，啊！即丛果子树著爱随时伫遐来生出迄个真水啊，个成熟好食的果子来互你食啦。这是伊的任务。咱来看开始，看下是咧。小可有去走去迄款吼，无需要讲的哈。启示录22章第1节、第2节，伫遐咧讲天使指示即个约翰吼，伫即个城内有一个生命河、生命水的河吼，真明亮，亲像水晶等等吼。伫即个河的两边有所谓的生命树，结12样的果子，逐个月伫遐拢结果子啦。吼，所以伫遐就是安那，即个小可互咱了解讲，伫天堂中间吼，伫天国中间，伫爱丁乡中间，伫遐无即个时间的差别，随时吼会当来结出迄个果子。所以即个就是甲咱伫地面上的眼光无共款的天顶的眼光。所以伫遮咱讲回头吼，当主要说来到即丛无花果树的头前，看到敢若有叶啊，无果子，
伫遐找也找无。其实这就是一个什么？对这张无花果树来讲吼，这是一个伊上介好的时机啦。迄圣经毋是咱头拄仔读过圣经，毋是有安尼讲吗？吼，讲迄个受造的下面吼，伫遐切切的望上帝的证件伫遐来显明出来，吼即个受造的面吼，望脱离即个败坏的辖制，吼，来得到上帝儿女自由的荣耀。即咱讲，头拄仔有咧讲到即个水，拢会当伫瞬间伫遐来变成酒，是安怎？你即丛无花果树，伫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来到你的面前，伫遐咧找果子的时阵，这是一个你脱离辖制一个上介好的时机嘛？你来把握啊！吼，咱亲像圣经内底佫有讲到一个青梅叫做巴底麦嘛，吼，伫遐路边听讲主要说伫遐经过，伊就大声吼叫，人甲接逼叫伊袂使出声，伊大颠倒伫遐大声来吼叫，代表着惊死啦，可怜个。所以巴底麦的目睭伫遐随时得到主要所基督伫遐甲医治。总是咱看到即丛无花果树啊啦，一动也不动，一动也不动。真显然就是即丛无花果树，并无想要把握着迄个已经来到伊头前的时机，伫遐来脱离即个败坏辖制，然后伫遐来达成伊会当来达成的任务啦。而且就是讲，无花果树无来显出上帝的荣耀，伫遐证明讲你无愿意脱离败坏辖制，你甘愿还阁受到即个魔鬼的咒诅，迄个辖制的中间，至到当你面对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主耶稣，你拢无动于衷，所以无结果的无花果树，伫遐就是诚做无路用的树，来失去伊本来存在意义甲目的。所以呐，拄着咒诅做来拄着孤单，来拄着死亡。所以主要这咱是毋是讲到遮，咱会发现讲，即丛无花果树其实并毋是遐尼无辜啦，毋是遐尼无辜。主要说并毋是无下精力伫遐来救助即丛无花果树，而是伫遮也是要互咱有一个真深刻的教导，就是咱毋通简单停留，拢用地面上的眼光伫遐来看即个世界，咱来学习，来用天顶的眼光伫遐来看即个世界即款的教导。所以第三项，咱三甲勉励这是咱三甲来学习的咱真习惯性拢用即个地上的眼光伫遐来看这代志，所以咱要学习进入到用天顶的眼光来看世间的代志。感谢咱对圣经内底咱会当看到真侪类似即款的教导啦以赛亚55章第8节、第9节这真出名的经文讲我的念头毋是恁的念头，我的路毋是恁的路。天安怎悬过地，我的道路悬过你的道路，我的意念悬过恁的意念。这就是上帝一直拢用即款的话语伫遐咧，互咱叫咱会当脱离即个地面上的眼光啦。所以咱看主要说伫地面上的时阵，伊的教导嘛是常常咧引带咱甲咱的眼光对地面上来刷去到伫天顶咱来看即个马太福音。即个山上部分第5章10节到12节伫遐讲，为着伊受迫害的人有福气。受迫害要哪有福气？无福气，这就是咱地面上的眼光。拢是主要所讲有福气，因为天国是因的，这就是天顶的眼光。在人来，因为我来勒骂恁，来迫害恁，来做用讲大项的歹话来甲恁诽谤，恁就有福气。咱若用地面的眼光，我为主伫遐来受勒骂，我够衰，拢是主要所讲，恁有福气，天顶的眼光所以恁来欢喜快乐等等
咱去看即个第5章23节到24节啦，吼，即个是叫咱爱伫即个献礼物的时，要祭坛献礼物，等于咱的奉献啦，吼。啊，想起讲有兄弟吼，对咱安尼无欢喜吼，咱来先去甲兄弟伫遐来和好吼。5章43节到44节，恁听见有话讲吼，着听恁的厝边着爱怨恨恁的对敌吼，这就是地面上的看法。44节若是我甲恁讲，着爱听恁的对敌为着迄个迫害恁的来祈祷，这个是天顶的眼光。第6章19节20节毋通为着家己积聚财宝伫地面上这个就是咱积聚财宝伫地面上，这就是咱世间人地面上的眼光。总是地面上都有济济有汤家的生鲜有贼仔来偷。20节爱积聚财宝伫天呢，这个就是天顶的眼光。今仔我讲一个咧，甲咱大家分享高雄中会有一位陈建业牧师我毋知咱捌伊也无啦嘛是真有迄个真好的一个牧师迄是伫新学院甲我同届毕业的啦伫牧会中间到某一个坎站安尼咱讲好不容易牧会无简单，着爱安尼好不容易已经来欠着人生的第一桶金啦就咱讲第一桶金就100万嘛后来伊就去到伫油厂教会伫遐来牧会拄好油厂教会都要建堂啦要建堂当然就需要真济只奉献嘛即个陈建业牧师就100万就甲签落去安尼甲奉献出去当然有真济人真惊讶啦真讲你是安怎一头安尼100万规个拢甲献落去拢是伊安怎讲？伊讲我即个钱啥物人拢抢袂走啦献伫上帝面前，即个就是天顶的眼光。最后咱们用圣经的话语三甲来勉励伫哥罗西书第3章1节2节伫遐讲，所以恁若甲基督同个我就着求伫顶面的事伫遐有坐伫上帝的大边的耶稣基督。第2节讲着地于顶面的事，毋通地于地上的事所以这是今仔日牧师要甲咱三甲来勉励的代志特别当咱伫即个世间，有时咱会感觉真侪代志，咱想袂通安尼无法度理解往往咱拢还阁停留伫即个地面上的眼光。咱若会晓用圣经的话语伫遐来甲咱提升，互咱对天顶伫遐来即个眼光来看即个代志，检查会帮助咱来解决真侪代志咱若会晓用着天顶的眼光伫遐来看即个世界我相信咱会变了无共款今仔日用安尼甲咱三甲勉励，愿上帝赐福咱大家，咱三甲额头来祈祷。天顶的爸，阮的上帝，阮感谢你伫济济场合的中间，有时阮做一个世间人，阮常常拢用着地面上的眼光来看遮个代志，总是上帝你会听通透过圣经透过主耶稣甲阮教导互阮会当得到提升，用着天顶的眼光来看即个世界。愿天父上帝帮助阮，因为阮是软者，阮无才调，阮就爱倚靠上帝你的大权能，也帮助阮时常会晓用着天顶的眼光来看即个世界得到你的引带甲祝福。感谢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这是邀请咱三甲来吟回应的圣诗，是新圣诗27首，我主上帝。
过来。主要过来，送我一生的大道，这无能去，天家快乐无限。我要献身，也比归路来敬拜，不用上帝，我主你真伟大。我心出声，路中的生命，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我心出声，路中的生命，你真伟大，何等伟大！这时，请更琴继续，咱三甲为着三项代志来祈祷。第一，咱三甲为着教会瘟疫的事工来代祷；第二，为着教会有病痛，也是伫辛苦的兄弟来代祷；第三嘛，为着学务师，佮有食务师，今仔日外出转去姊妹来代祷，互因的出入拢平安。这是咱三甲开始来祈祷。亲爱的主，感谢你，我今日通这个稳定来了解阮的用天顶的眼光来了解，不是用人的眼光来了解。主啊，你的作为有时真正互阮蒙眼，佮求主赐阮信心，佮有智慧，通听候你的声音，通明白你的智慧，通顺服伫你的引带。感谢主。亲爱的主，真侪时阵，你的所行，你的所做，互阮真误影。阮伫你的面前，真侪时阵，就亲像啥物拢看无的人，无明白你的心意，无了解你的作为。但是主，阮知影你接着圣经，佮有牧师，佮有逐项的见证故事的分享，帮助阮渐渐有无共款的眼光，是对天理的智慧，对天顶来的眼光，咱就会当对遮来得到无共款的快乐，无共款的智慧。所以，愿主耶稣，你今仔日会当扶持阮中间，也是教会中，也是食务师、学务师，逐项有需要的人，互阮对着对你遐来的智慧，嘛得到对你遐来的快乐，来行续接的道路。嘛，愿你大大来供应教会公报社的需要，互因会当接到文理事工，互咱每一个人拢有新的眼光来看待世上真侪的代志。感谢主，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这是咱做伙来奉献。
咱请会长起立做咧这奉献诗歌。请会长请坐。这个时阵，咱献开周报的最后一页，咱做伙来读本个月的经句。来，咱做伙来，预备。上帝因独一囝，拢赐予世间，要互大家信伊的人免灭亡。咱倒转来，名，下谢谢。这时阵，我来做咱的报告。咱先掀开第2页甲第3页，咱记载伫后礼拜的服侍主日出席的资料，咱请大家来看。咱第4页的集体交通，咱本会消息第1点，总会文艺传道主日原本定伫7月份要做文艺主日事现的主日。因为疫情的关系，咱应该行一个主行。咱欢迎真牧者陈明乐牧师代表公报社来做主日的报告和请安。咱请做伙来做台道关心。那嘛为着咱公报社文艺事工来做奉献。咱看到第4点，后礼拜主行大港节新礼典，大人有9位，使用个别有3位，小儿的洗礼有2位。咱请大家为着受洗礼的兄姐来做代祷，有预备心来做后礼拜的新礼典参加。咱第5点，后礼拜的第2堂，煞了有要召开中职牵联席所长的会议，请咱长老牵中职会当服侍团队所长有预备心来参加。若是袂当参加，咱提出请假。咱第14点，咱有等下要举行12月份的庆生礼。那等下说咱请满族长老来做主持。咱看到15点是乡里关怀，咱本会王玉元姊妹21月29蒙主文调，那22月初9下午10点，27日的殡仪馆的怀泽厅要举行个别礼拜，咱请咱兄弟当来参加，嘛为着咱的家属来做代祷。求上帝赐下安慰、信心和盼望。其他的部分是咱牧区团契消息和关怀代祷的事工，请咱大家献开手牌时阵，咱过来看。最后，咱看到咱的奉献的面色伫第8页，若是有登记错误的部分，咱请咱当甲咱财务同工来做订正。咱最后，咱请满组长来补充报告。各位兄弟，大家平安，真欢喜吼！咱伫顶礼拜的礼拜，大家做伙见面，今仔日咱搁做伙见面，因为今仔日是主所定的日子，咱欢喜快乐伫即个中间来参与。今日嘛真感谢吼，明乐牧师吼，明乐牧师伊是有派来咱遮。为着公报社的事工吼，拄则咱有听到明乐牧师伊的分享，我想伊无共的角度，伊特别甲咱讲，咱爱用啥物眼光？天顶的眼光来看咱即个世界，所以有真侪人参不透的圣经里面的道理，咱可能着搁较明白。咱要怎样用无同的眼光，互咱伫属灵的这个境界搁较开阔，真多谢伊，
伊拄则咱从细汉拢背“山中无岁月，寒尽不知年”吼。今仔日牧师有来用这安尼来甲咱做伙分享，主耶稣的内面无时间的差别，只有永恒让我们互咱个无同的看起啦这实在是真感谢。明乐牧师呢伊拄则一开始伊就甲咱讲，伊是添丁牧师的后生大汉公主伊是伫咱第一任王牧师出国请假迄段时间3年外，伫咱富强教会的服侍因为伊的服侍嘛，诚做富强教会的祝福啦。牧师和牧师娘，因两个人的文学造诣拢真好文学是啥物人？佫讲着咱的夏牧师伊的名号做文学当时当牧师来到咱教会伊就发刊那个富强桥啦牧师敢是富强桥对无？你家己袂记起来？牧师伊家己袂记起来，我拄则有问咱的秋风牧师娘伊讲对我记忆力真好那时候当时的富强桥透过这就是讲传达一些互动咱讲用文字做互动，文字敢有要紧，真要紧文字真要紧，文字互咱透过文字会当了解讲咱历史的演变，富强教会的演变是安那来，所以上帝祝福伫咱教会因为逐个是逐个年代拢兴起无同的牧者来伫咱的教会咧牧会咱第一任的王牧师咱的陈牧师、夏牧师蔡牧师，上帝拢真疼人用因上少年的时阵，20-30岁的时阵拢来伫咱教会奉献因所学习上帝互因的能力伫牧会顶面真正是实在是真感谢我拄则有讲到牧师和牧师娘因的文学造诣拢足好牧师伫咱教会伊有发刊迄个富强桥咱的秋风牧师娘咧，哇，还佫较不得了，伊的文学造诣非常好他在中信月刊我毋知恁有看过中信月刊无？伊是专栏作家我拄则特别佫落去一楼找看牧师娘伊的迄个即个文章11月有一篇烧窑的手成了祷告的手，这个是伊去采访人嘛会当透过这个文字来看去讲这个受访的人伊是安那伫这个烧窑知影咧做灰仔的迄咱咧讲陶艺嘛烧灰仔的伊怎样就已经了上帝的疼，所以透过文字实在是真要紧咱真多谢陈牧师，多谢牧师娘，咱佫用掌声来感谢陈牧师。好我无占逐个人的时间咱拄则迄个俊仁伊有报告讲，咱有一个姊妹玉水姐啦玉水姐，2-3礼拜前咱佫有看到伊，无拍算21月21月29受主来敬吊伫下礼拜的拜四要举行告别式伫即个殡仪馆，因为厝里的人因的信仰毋是逐个拢相像所以就是伫12月初9咱若是还没有熟悉的人也是讲无熟悉嘛无要紧，咱拢是主内的肢体，咱三体关心即个家庭后礼拜12月初9拜四会知影伫殡仪馆10点要怀泽厅举行告别礼拜好伫咱的中间有一位姊妹啦伊真客气伊较无爱互人
来甲伊介绍但是咱嘛是甲伊欢迎啦吼。来，即个姊妹吼，请你起来，互阮来甲你拍风啊一下。秋萍，送了哈，在后面那里。小等者，咱有庆生会吼，安尼今仔日我特别吼，看遮咱有足侪迄个寿星，12月份的寿星，我特别吼邀请一位吼新出炉的爸爸，新出炉的爸爸吼。等一下，我刚好看到伊吼，我讲，来代表12岁婚生日来吹蜡烛吼。咱小等下要请陈牧师接到了，咱较过来做庆生会，咱甲时间交互俊仁。上营，请大家起立，咱上营煞了，咱请牧师来祝福。愿主耶稣基督丰丰富富的恩典，天父上帝无穷无尽的疼痛，相信上帝无时不刻的同在，因带保护，甲咱每一位兄弟三角地地，对即时直到万世代无尽。阿门。耽搁一寡时间吼，咱请12岁婚生日的寿星，请您起立。12月份，咱要请英智吼，英智，咱请陈牧师来做祝福。咱做伙来祈祷。天顶主宰，我的上帝，我感谢你，你将你听阮世间人，为着阮世间人来备办救恩，互阮有永远活的愿望。特别你互阮住伫这个世间，阮每一个人有可爱的家庭，互阮会当相亲爱、相拍拼、相做伙认真。伫教会中间，你搁较互阮有侪兄弟姊妹，伫主内伫遮来表现着上帝你对阮的疼痛，你的恩宠。
当阮看见伫12月份，阮教会有侪兄姐也伫即个月份来出世。阮知影，阮每一个人的生命拢是对你来，你也照顾阮，无论年纪大个，阮看见你伫因的一世人安怎来照顾因；年纪小个，阮也看见你所要享受大大的愿望。愿天父上帝甲因三甲地地，享受因，特别互因每一个人心内拢有一粒听主的心，尊主最大的心，一世人照着天父上帝你的教示来行踏伫这个世间，来得到你的恩赐甲祝福。阮伫你的面前，用安尼恳求、祈祷、祝福，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莫得避讳